你们的人口比我们多，你们地方比我们大，说明应该你们的能量是比我们多的，所以你们要说话了，有什么事情你们说话，而且你在国际社会，你也要跟看看你的朋友有什么人愿意支持你们呢哈，因为呢面对中共最坏的情况就是你非常 weak， 怎么讲懦弱啊。你越差呢，他就越打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强，你强他才尊重你的啊！而且我希望我们香港也希望跟台湾多一点联系，因为大家都是面对中共啊，我们香港有很多经验啊，所以但是你要了解呢，中共是不会尊重一个很怕事的人的，没有用。但是当然你们很多方面也有关注了哈啊，但是如果你们的经济啊不是那么依赖他们呢啊，你们的群众啊也是不是那么怕中共呢，这比较好。但是如果很多台湾人都很怕，很希望政府什么都不做的哈，中共骂就骂了，那就不行了。因为像中共最近推出的那个就是31项政策啊，就是什么我不太明白这个。中共它就是推出一些就是会台31项经济的政策然后吸引我们这边，比如说什么电影啊，然后艺文啊，你可以进去对，去那边投业资，对，然后大家就觉得说有一派的人就会认为说，那这样子对台湾的经济是好的，就是说因为毕竟那边的市场是很大的。那这个是很困难的。因为我相信很多台湾的商人，他们是欢迎的，因为他们做生意，他们希望赚钱啊。如果有很大的市场啊，他们可以去啊，他们一定欢迎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你们要跟他们讲清楚，你们也欢迎，因为你们也希望你们的商人可以有很好的机会去赚钱，但是主要就是还要支持政府啊，要支持自己的人有自己的尊严啊，自己的权利要捍卫，不是我赚钱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啊，你其他人死掉我不理，那不行的。所以这一个也要看台湾人、台湾的商人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他主要就是眼睛就是看着钱，什么都不见的啊，什么都不理的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有一句说话怎么讲啊？你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所以如果大部分人民都是我主要赚钱，你什么都不搞了啊！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中共面前什么尊严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都不理了，你也没办法。但是我不相信，我相信很多人民呢，他们当然是希望看见经济的发展，但是还有其他很核心的问题，他们是也要捍卫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啊。但如果你说我们不要了，什么好处都不要了不做生意这个更难啊，他们要生存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好。你在什么地方你找到有市场，他们都是好的，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东西。如果要拿了这个市场，但是要放弃其他很重要的事情可能跟它影响台湾的，不是全盲，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，大家就要想清楚了。